其實你要堅持你嘅夢想嘅，要將你嘅夢想變成你嘅事業，其實係有難度。但係咧，如果你堅持嘅話咧，亦都係即係仔細去諗，唔係話淨係發夢咁樣嘅話咧，咁其實係可以 work 嘅，可以試咯。喺浸會大學中醫學系畢業嘅歐卓榮醫師就係堅持佢嘅夢想，喺3年半前成立咗一間中醫診所，希望改變一般人對中醫嘅陳舊觀念，亦都希望可以將中醫發揚光大。好多香港嘅市民係唔知道，原來有一批由大學培訓新生代而有咁後生嘅醫師出咗嚟嘅喎。咁跟住，所以咧亦都有啲經驗分享下啦。啱啱出嚟做嘢咧，有啲病人入到嚟嘅時候就話：哇，你咁後生嘅，你係咪真係學醫㗎？咁樣即係會有好多嘅問題。咁啊，久而久之咧，咁我哋就希望有一個創業嘅念頭啦。有幾樣嘢想做嘅。第一就係希望咧，就係透過我哋嘅診所啦，咁就提高翻我哋呢一班新生代嘅醫師或者比較後生嘅醫師嘅專業形象啦。第二就係希望用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專長咧，去回饋翻社會啦。歐醫師話：一般中醫喺發展方面都受到好多嘅限制，佢希望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嘅命運。雖然創業係需要好大嘅勇氣，但係為咗理想都值得一試。要創業嘅話，個勇氣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大啲，因為可能真係面對嘅挑戰都比較多。咁但係因為我哋知道咧，好多嘅公營嘅機構咧，即係去釐定中醫嘅發展嘅人咧，根本就唔係中醫本身咯。好多時都係可能係請一個唔係行內嘅人去管住間診所，或者去策劃間診所嘅發展。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嘅。咁如果佢唔識呢個行業嘅時候，佢點推動到中醫嘅發展呢？就算而家話有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啦，其實佢都係 under 喺衛生署裏邊，而衛生署裏面嘅人咧，全部都係西醫嚟嘅。咁你話其實成件事係咪比較特別啲呢？因為個行業係我哋㗎嘛，我哋先至最了解我哋個行業點樣發展。有咗創業嘅念頭，仲要有詳細嘅計劃，歐醫師都唔例外，仲要比其他人計劃得更加周詳，準備功夫足足要3年咁耐。俾咗3年時間自己嘅，就唔想話一下子就即刻 quit 咗份工就去創業，因為我哋都唔知個市場係點樣，或者係個社會，我哋都唔知點樣去即係個類似社會大學呢個概念，我哋都未經歷過，冇可能就貿然就出嚟創業噶嘛。咁就同佢講不如我哋俾3年時間自己去組織自己嘅病人網絡啦，跟住又儲下錢啦，咁然之後去到大概第3年嘅時間就真係再出翻嚟再傾下，究竟係咪真係啱時間去創業。咁去到第3年就真係我哋都覺得 OK 啦，可以試下，因為自己都儲到一啲嘅錢啦，就真係開始 site visit 啦。無論計劃有幾周詳都好，創業嘅過程都會困難重重，因為診所事無大小都要親力親為。因為我哋本身係讀醫噶嘛，好多嘢都唔識，例如話租金嗰啲點樣去釐定啊，或者係請人啊、marketing 啊等等呢啲全部都唔識嘅。咁跟住就開始上網抄下資料啦。最大嘅困難就係睇下有幾多個病人咯。對於一個創業者嚟講，創業其實難，但係守業係更加難。咁我哋嘅困難主要就係守業嗰個階段啦。但係亦都好好彩啦，咁我哋亦都得到好多朋友或者好多病人嘅支持。為咗改變市民對中醫嘅觀念，歐醫師打破咗一般嘅中醫門診模式，以西醫嘅模式去經營，以及不斷作出新嘅嘗試，盡量去配合市場嘅發展。有一啲創新嘅嘢咯，例如我哋都可能喺未來嘅計劃會即係可能會整一啲中醫嘅 Apps 啊，睇下會唔會可以由將佢重新包裝下，唔會話淨係一諗起中醫就係諗起傳統嘅一啲藥材鋪，跟住有個老人家喺度幫你把脈咁樣咯。例如我哋個診所嘅形象都係㗎，而家都係以一個類似西醫嘅形式去走動啦，個方向去發展啦。咁例如好似有一個 prophecy 喺度啦，咁以前你可能喺藥材鋪嘅時候就係隔離有一排人喺度啦，咁你講嘢就會尷尬咁又唔敢講啦。咁我哋亦都用電腦系統啦，咁你嘅病歷就全部用電腦打啦，咁就唔使再手寫病歷啦。一般中醫咧，通常咧就會開一啲藥材俾病人，而煲藥咧就往往咧需要幾個鐘。但係咧係一個現代化嘅中醫診所咧，事情就簡單得多啦。藥材咧經調配之後咧就會製成粉啦。咁病人咧其實只要沖水飲就可以，飲中藥其實都可以好方便。公司成立至今已經榮獲多個獎牌，其中包括由一間銀行舉辦嘅青年創業獎。評判團之一嘅香港總商會總裁袁莎妮對呢間中醫診所未來嘅發展充滿信心。
喺佢創業嘅開端咧，其實佢已經有個願景嘅，佢希望可以做到無國界醫生嘅中醫版咁樣咯。咁所以你睇得到，其實佢係一啲好有抱負嘅年輕人，唔係話淨係諗住讀完一個學位之後就執業賺錢，就唔係咁簡單嘅。咁當然佢已經成功開咗第2間診所啦，亦都佢係利用比較現代嘅市場推廣模式。我諗佢哋嗰個對個市場嘅觸覺，我都覺得佢相當敏鋭嘅。佢特別睇中咗年輕人啦，上班一族希望調理身體嘅呢一個咁嘅需要咧，佢係希望係滿足到呢個市場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都對佢哋個經營前景係好有信心。青年創業固然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任何人即係希望話由冇到有白手興家，其實都一定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香港經濟其實係以中小企為主，我哋香港人出晒名係好有拼搏精神，亦都好有新嘅諗頭，好多新嘅意念出到嚟嘅。對於青年人創業咧，係好有信心。我覺得香港其實係一個充滿機會嘅社會。公司至今已經開咗3間診所。歐醫師話：希望可以做到連鎖式經營，更加坦然計劃進軍內地嘅市場。正如袁莎妮所講，其實香港充滿商機，只要肯做肯搏，年青人必定能夠創出一番新天地。